以色列人喺曠野嘅時候，神每日都賜予佢哋嗎哪。今日神為佢嘅兒女預備咗一份屬天嘅靈糧——聖經。請你好似以色列人一樣，帶着承接靈糧嘅器皿，領取新鮮嘅曠野嗎哪。聽眾朋友，歡迎你收聽曠野嗎哪，我係周清風。今日我哋一齊領受一個信息：為父之責，而我哋都有為父嘅心腸，盡為父嘅責任。請聽兩節經文。第一節係申命記6章7節。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，無論你坐在家裏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來，都要談論。第二節係申命記4章9節。你只要謹慎，殷勤保守你的心靈，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，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。6月嘅第3個禮拜日係國際父親節。一個好嘅父親唔單止俾我哋生命，仲教導我哋點樣生活。呢個世界上面唔單止有浪子，仲可以有浪父。一個失職嘅父親就係喺細路仔最需要佢嘅時候缺席。根據研究顯示，3歲之前係同細路仔建立親密關係最關鍵嘅時機。細路仔所期待、所渴望嘅係父親嘅關懷、父親嘅愛。唐崇榮牧師曾經講過一個咁嘅故事。有一個畫家要揾一個細路仔做模特兒，佢要用呢個細路仔做範本畫童年嘅耶穌。畫家揾咗一個11、12歲嘅細路仔，個樣清純到不得了。佢畫咗之後覺得好滿意，俾咗呢個細路仔同埋佢嘅家長好多錢。結果20年之後，畫家已經老啦，佢又要揾一個人做模特兒。呢一次佢畫嘅係出賣耶穌嘅猶大。佢揾嚟揾去，後嚟喺個天橋底嗰度揾到一個衣衫襤褸、飲到醉醺醺嘅流浪漢。當老畫家上前嘅時候，呢個流浪漢流露出非常之兇狠嘅眼神。佢睇到呢個人好合適，但係諗一諗都係算啦。如果因為咁樣惹上麻煩，就唔係幾好啦。但係冇諗到呢個流浪漢竟然叫得出佢個名，佢非常之驚訝。個流浪漢咁講：先生，唔好以為我唔識得你啊！我細個嘅時候，你畫過我噶。老畫家心裏面諗：你呢個人3分似人，7分似鬼，我咩時候畫過你啊？流浪漢繼續講：你唔記得咗啦？20年前你就照我個樣畫耶穌噶。老畫家突然之間醒起，感嘆20年間一個人可以能夠從天使咁清純嘅樣變成好似魔鬼一樣咁可怕。點解呢？原來就係因為父親嘅失職。研究顯示，缺乏父親嘅關懷，至少會俾細路仔造成：第一，爭取成就嘅動力會好薄弱；第二，好難抗拒眼前嘅誘惑；第三，自我形象低落；第四，容易受到朋輩嘅影響而到去犯罪。
好多做父親嘅都以為，只要俾細路仔有得食有得着，可以返學，就已經提供咗細路仔所有嘅生活必須啦。但係就忽略咗細路仔對父親嗰份需要，遠遠係唔止喺金錢上面㗎。父親嘅勸勉、安慰同埋叮囑同樣嘅重要。宣信博士曾經講過，一個人最初5年嘅生活就足以決定一個人嘅實質啦。天主教耶穌會創立人羅耀拉有一句名言，只要把一個孩子的前7年交給我，以後他在誰的手中我都不在乎。佢就係有個咁樣嘅把握。細路仔喺7歲之前係最容易被塑造㗎，一個永遠都冇辦法改變嘅態度，可以喺呢個時段嗰度訓練出嚟。箴言22章6節，所羅門話：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。同樣係箴言嘅19章18節，所羅門又講：趁有指望，管教你的兒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申命記6章6到7節，神話：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，都要記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。無論你坐在家裏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來，都要談論。細路仔需要適當嘅引導，呢一個係作為父親嘅天職。如果任由細路仔迷失喺個世界裏面，沉淪喺罪惡當中，賺咗最多嘅錢又有咩用呢？所以唔好淨係掛住做嘢，忽略咗俾細路仔足夠嘅時間嚟到去陪伴同埋關心。英國有一個網站，有一年俾嗰啲細路仔上個網嗰度嚟到去傾訴，佢哋係幾咁掛住唔喺身邊嘅父親啊！有一個女仔杜尼亞咁講：爸爸，如果你臥高頭睇下個夜晚嘅天空，你會發覺啲星星都唔見晒啦。因為每一次我諗起你，一粒星星就會從個天上面跌落嚟啊！我係咁掛住你啊，令到個天度冇晒星星啦，連月亮都就快冇埋啦。另外一個細路女貝拉對佢爸爸咁講：每當我嚟睇你嘅時候，我就會跌入你充滿愛意嘅懷抱裏面。我好少睇到你，所以先至會抱到你咁緊咁緊啊！一位上海嘅中學生咁講：同爸爸交流已經成為咗我生活裏邊最大嘅奢侈啦。父親唔喺身邊，角色嘅弱化會俾細路仔帶嚟心理上邊嘅一種不安全感。有一個小朋友咁講：黑暗總係會令我驚噶，除非爸爸喺身邊啦。只要佢喺身邊，我就會覺得安全噶啦。父親嘅同在最明顯嘅就係會俾到細路仔帶嚟安全感。研究顯示，平均每日能夠同父親相處2個鐘頭以上嘅細路仔，會比其他細路仔智商更高，男仔更加似男子漢，女仔更加識得同異性交往。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上任之後，大刀闊斧咁樣進行經濟改革，挽救咗英國。佢嘅勇氣、自信同埋堅持，係嚟自於佢父親從小對佢嘅教導。佢嘅父親經常告誡佢唔好講我唔識或者係太難啦，要捉緊自己嘅主意，唔好盲目咁樣跟從群眾。細路仔係跟住大人嘅身影㗎。如果爸爸盡責任，細路仔嘅過去同埋將來都會變得好唔一樣，所以要盡為父嘅責任，唔好唔顧家，惹兒女嘅氣。好父親會令到細路仔感受到天父嘅形象㗎。中國著名嘅文學家朱自清所寫嘅《背影》，好樸實咁樣寫出咗一位中國父親對自己個仔嘅情感。喺中國，做父親嘅普遍唔會將個愛字掛喺嘴邊，而係流露喺行動之中。
喺朱自清嘅筆下，我哋睇到佢嘅父親送佢去坐車，一路嘅叮囑，講嘅說話雖然唔係動聽，但係就非常之實際。驚佢冷親，驚佢唔識得照顧自己。臨走嘅時候，仲特登去買咗啲橙俾佢喺路上邊食，又叫佢早啲入車廂裏面，驚佢冇位坐。雖然最後只係一句我走啦，去到嗰邊寫信俾我啊，但係表達出嚟嘅就係一種無限嘅掛念。相對於女性，男性往往比較唔輕易流露深刻嘅情感，唔善於將嗰啲細膩嘅情感付諸於言語。朱自清從佢父親嘅背影感受到父愛。冇錯，神藉住父親愛我哋，因為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，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。詩篇127篇4到5節，詩人接住咁講：少年時所生的兒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箭，箭袋充滿的人，便為有福。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，必不至於羞愧。將時間同埋金錢用喺仔女嘅身上，預備佢哋成為勇士手中的箭，為耶和華爭戰，呢一個係最有智慧嘅投資。保羅提到，作為監督嘅，要令嗰啲仔女凡事端莊順服。點可以做得到呢？係要透過紀律同埋鼓勵，要花心思喺仔女身上，幫助佢哋成長。箴言出現咗20幾次我兒呢個詞語，仿佛為父嘅係好急切咁樣，要將人生嘅智慧教導俾佢嘅仔女知道。你或者會話，要做一個稱職嘅爸爸真係唔容易啊！生活其實好現實噶嘛，花時間喺仔女身上邊，咁咪揾錢少咗咯，將來嘅生活點算啊？呢一個的確係信心嘅考驗。但係神既然將一個細路仔帶到嚟你嘅家庭，將養育嘅責任交咗俾你，必然亦都會將祝福帶俾呢個家庭噶。我哋嘅不足，神能夠補足。只要盡心去盡上當盡嘅責任，神自然會幫助。只管倚靠主，依賴佢嘅大能大力，做個好爸爸。點樣做個好爸爸呢？以下係我嘅幾點建議。首先，要做個開明嘅好爸爸；第二，做一個以身作則嘅好爸爸；第三，做一個樂意同細路仔傾心事嘅好爸爸；第四，做個尊重細路仔嘅意願、信任細路仔嘅好爸爸；第五，做個為細路仔留下好榜樣嘅好爸爸；第六，做一個及時管教細路、唔會溺愛、唔會縱容嘅好爸爸；第七，做一個一生都為細路仔禱告嘅好爸爸。知道父親關心佢，會為佢祈禱，永遠都係細路仔心裏邊最大嘅安慰。你或者會講，我為咗工作呢，早出晚歸，有時啊經常都唔喺屋企，咁啊點算呢？我會鼓勵嗰啲長年唔喺屋企裏邊嘅弟兄，把握機會同細路仔好好咁樣嚟到傾偈，了解佢哋嘅諗法，了解佢哋嘅情緒困擾，可以喺同佢哋一齊食飯嘅時候提醒細路仔一啲重要嘅事。千祈唔好唔同細路仔講嘢，要信任佢哋。對細路仔咁講，雖然爸爸唔喺屋企，但係我相信你會自己尊重自己，自己要求自己噶。細路仔聽我之後，會自己督促自己，唔會令父親失望噶。約瑟喺年輕嘅時候，俾哥哥賣咗俾以實瑪利人，帶到埃及嗰度去做奴隸。雖然離開咗父親，但係神同佢同在，救佢脫離一切嘅苦難，又使到佢喺埃及王法老面前有恩典有智慧。結果法老派佢做埃及全國嘅宰相，兼管全家。咁樣表示咗，即使缺少咗生父嘅關愛，
依然可以仰望天父。父親雖然唔喺眼前，但係天上嘅父親依然同我哋同在，會眷顧我哋噶。作為兒女嘅，冇因為父親失職，冇盡上責任就唔去愛佢。司布真曾經講過一個咁嘅故事，一個被酒癮所捆綁嘅男人，成身污糟邋遢，一身酒味，朝早喺宿醉裏面醒過嚟，見到自己唯一嘅細路仔，佢個女瑪麗拎咗啲早餐嚟俾佢。清醒過嚟嘅佢對個女咁講：瑪麗，點解你仲肯同我一齊噶？瑪麗咁樣答佢：因為你係我嘅爸爸，而且我愛你啊！佢睇到自己係一個唔顧家、衣衫襤褸、成身酒味、一無是處嘅失職爸爸，心裏邊覺得好慚愧。佢咁講：瑪麗，你真係愛我咩？瑪麗喊住咁樣回答：係啊，爸爸，我愛你噶，我係絕對唔會離開你噶。因為媽媽過身嘅時候曾經對我講啊，瑪麗要守住你嘅爸爸，經常為佢禱告啊，終有一日佢會戒酒，成為一個好爸爸噶，所以我係絕對唔會離開你噶。後嚟瑪麗嘅爸爸唔單止戒咗酒，亦都成為咗一個基督徒。司布真曾經咁樣講過：愛嘅力量能夠使到一個人改變，能夠彌補人間嘅缺陷。願我哋中間作為父親嘅，都能夠照住主嘅教訓同埋警戒，養育自己嘅子女，使到佢哋從幼年就可以好似樹苗一樣咁長大，又可以好似墊腳石，按照住建功嘅樣式嚟到去作成。我哋一齊祈禱啊！主啊，願你賜下智慧同埋能力、愛心同埋盼望俾每一個作為父親嘅。求主紀念佢哋嘅勞苦，加力量俾佢哋，使到佢哋都可以做稱職嘅父親。透過今日嘅信息，求主讓佢哋知道自己嘅角色係幾咁重要，對細路仔嘅影響係幾咁大。唔好叫佢哋一味追求俗世嘅目標，而忽略咗自己嘅仔女。我哋中間如果有缺少智慧嘅，你話應該向你求智慧。你係厚賜眾人，亦都唔斥責人嘅神，你必定會賜下佢哋所需要嘅智慧同埋能力，俾佢哋可以彰顯你嘅形象，使到佢哋嘅子女喺佢哋嘅影響之下，都能夠端莊順服。求主用至聖嘅真道、活潑嘅聖言光照我哋嘅心，使到細路仔喺我哋嘅激勵之下成長，對你充滿信心。禱告祈求係奉耶穌基督嘅聖名，阿門。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。